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兄弟平安，咱时间已经到，咱即时要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主。回正诗363首。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我
我迫切听候上主，我仰望你的话。我的心神听候主，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搁较迫切，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搁较迫切。来吟新圣诗136首，耶稣做咱牧者，请起立吟全首。请坐。信仰个别来看使徒圣经，要用使徒圣经个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营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三甲来启应，伫启应文19篇，诗篇84篇，启应文19。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恋慕上主的殿院，到要昏去。一声，
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赤鸟啊，伫你的祭坛边作寿。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的大石山谷，拢变做泉源。因哪行哪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的殿院点一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这声，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互咱恩惠甲阳光。这声，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用心灵甲真心敬拜阿罗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统管一切，阮生活、行动、存在，拢靠你。我要阿罗你。用诗篇、圣诗、灵歌对唱，对心底唱圣诗甲诗篇学罗主。我要敬拜你，对着敬拜，要更加认捌你，认捌你的权柄甲荣耀，要谦卑顺服你家己的话。我伫教会内面敬拜你，亲近主，也甲兄姐彼此分享关怀，领受你的恩典。求你洗阮的污秽，互阮有清气的心、正直的心，也因为来教会敬拜你，阮要得到快乐，更加倚靠你。你要赐阮福气，阮要学罗你。伫新的年头，也是旧年尾，搁再一遍感谢主的照顾，阮总是会经过山谷，承接雨水，经过山头，风吹日晒。我领受主的同在，带阮行过每一步，心灵得到永驻，享受主丰盛的恩典。伫未来这年，我要为哪听你，显出听主的行为，对遮要体验你一切的作为，有你的同在。有恩典，有你的疼，我的心志要归向主，我靠你的快乐，福气满满。我那咧祈祷，拢是奉主的名，阿门。
生活对现实注视平安。
三甲来恭读上帝的话，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5章10节、12节。伫约翰福音15节到12节，你若遵守我的命令，恁会不时踮伫我的听内面，亲像我有遵守我的爸的命令，不时踮伫伊的听内面。我甲恁讲遮个代志，是要互我的欢喜伫恁内面，搁互恁的欢喜满满。亲像我有听恁，恁就相听，这是我的命令。现在，现在，现在，我心偏向来尊重。我心清在归你光，提醒我耶主。现在，现在，现在，我心偏向来尊重。我心清在归你眼光，提醒我耶主。讲道，今仔陈牧师要甲咱分享三听的喜乐。各位弟兄姊妹，即马大家平安。今主日是咱新春最后咱就是旧历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即礼拜咱已经进入新春的假期自昨开始，往部门就开始进入歇过年的年节。所以礼拜五去寄批。伊甲伊讲，歹势，即张批可能爱过年后才收会着，因为拜六就无寄批啊。然后我们星期六就没有送信了。咱树林公司还阁咧做工课，做甲为人做甲大年夜，做甲小年夜。可是咱注意来看，咱电嘛是还阁继续来水嘛是阁继续来，公车嘛是继续咧驶。火车嘛是照常咧开，其实足侪人伫新春年假的时，还阁伫伊工作的位置上，咧继续服务众人。祝福各位兄姊妹恭喜大家特别过新年，咱的事奉、咱的性命咱得到甘甜。咱同心来祈祷，听堂的主，感谢了你，阮用欢喜的心，用喜乐的灵来迎接新春。阮伫主日三听的内面，听阮的兄弟，听阮的姊妹，听阮教会所有大大小小，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顶一个主日，咱教会大大小小来整理教会所有的空间，检采是1点钟久，点外钟久，总是每一个人会参与这个大摒扫，咱的教会整个看起来更较清气。搁较明亮。其实侪所在角落，其实咱拢无注意到，有遮个尘埃，有遮个涂沙粉。但是透过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参与教会事工，来得到完整。因为咱听教会，咱爱教会，咱参与即个服侍，迄嘛是一种听的表现，是一种听的行动。所以咱参与教会事工，就是要互每一个人。来爱教会，来听教会。咱参与教会聚会，就是要来听咱的兄弟，听咱的姊妹，互咱的教会诚做彼此相听的教会。圣经用上帝国，用上帝家，用上帝徛起的所在，甚至是上帝大的所在，甚至是新创造的人，
也是基督的身体，因为耶稣讲，伊的身体就是即个殿，来譬如来讲教会的即个关系，教会甲人的关系。伫约翰福音第2章，耶稣用伊的身体来比如做殿，比如做圣殿。所以约略已经讲圣殿的真的即体质到底是啥物？到伫15章会当讲是第2章的补充，搁较详细的说明耶稣的身体是啥物。所以2章其实一直甲咱讲，耶稣讲这话，就是要用伊的身体用伊的身躯做殿。和本是说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以他的身体为殿。现代台语日本讲，其实耶稣所讲的圣殿是指伊的身躯。耶稣讲，迄个圣殿就是指伊的身躯。所以圣殿迄当时圣殿只有一个，就是耶稣的身躯。所以到耶稣过活就天了后，主后罗马帝国来毁灭耶路撒冷城所以咱看到这15章是讲到耶稣用伊的身体来做一个譬如，就是用葡萄树。圣经也讲到葡萄，大概拢是祝福的，因为葡萄将来都毋是敢若生一粒尔，对不对？台湾有种葡萄的所在，就伫咱的隔壁县中华，中华的所在，兼且打兰倒兰嘛有种。所以葡萄将来都毋是生一粒，拢是生安那规趴的一整串。所以葡萄是一种伫咱圣经内面一种祝福的水果。所以葡萄树会当生遮尔侪这么多串的葡萄，不是1颗2颗，是用串的来算用规趴来算。所以葡萄树来形容基督甲教会甲伊的教会的关系。所以教会毋是干那一个组织，教会嘛毋是一个宗教的所在，教会是那亲像黏伫基督的葡萄，甚至嘛会当成做葡萄树。所以这有生命的生活的团体，这才是教会真重要的意义。它是一个有机体，它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所以教会出伫每一个人，每一个兄姊妹，你今日来到教会，你来做礼拜，你来聚会，你来摒扫，你参与伫即个内面，就是连结对连结来产生。这个连结就是甲主连结。今日用三听的喜乐，虽然彼此三听会当得到喜乐。要过年时，咱拢要用欢喜的心来迎接新的一年。所以咱伫聚会甲侍奉的中间，来先来守主的命令，因为拄仔咱所读的经节已经甲咱讲，如果你若遵守我的命令，另外不是踮伫我的听的内面。所以伫15章第10节就甲咱讲，就不时会当踮伫主的听的内面，就是守主的命令。那主的命令有偌济？主的命令上重要的，就是叫咱彼此相听，听出比亲像家己。所以，如果你遵守我的命令，你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的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面。所以，这听这个爱，嘛是安那守上帝外爸，就是咱的天父的命令。守上帝的诫命是真简单的事，对守礼拜、守主日开始。所以，约翰福音15章内面真清楚甲咱讲，遵守主的命令，就不是踮伫主的内面。10个中间第4个甲咱讲啥？要用安息日来正做圣日。当然，咱即马咱基督教，也是咱做基督徒，咱无一定爱是伫安息日啦咱所谓安息日，就是指礼拜5日头落山了后，就进入安息日啦。或者伫过活伫耶稣受难的迄日，就有这记载，因为安那伫安息日袂当去处理人这个神事，所以爱伫日头落山进前，紧甲耶稣
的神尸甲进入即个坟墓。那礼拜六来个安静安息日。所以咱即摆已经守主的生日，就是耶稣过活的迄日，7日的头一日，守过耶稣过活的日，咱讲守主日，也是守圣日。所以咱是守上帝的命令，用欢喜三听的心来到教会。所以咱今仔日你来教会，你靠边仔兄弟姊妹，你有欢喜快乐无？有，毋是干那口号呢，有，是爱真正行出来。啊，亲像顶礼拜六。老牧师所讲的，听一回事，去行，那是另外一回事。有听较去行，才是实现上帝的道，表示你有甲上帝的话、真理、道理听入去行出来，对不对？所以咱要讲顶礼拜的摒扫，就是你行出来，你听教会，你爱教会，你要互教会的门面。要互教会的空间的使用搁较便利，搁较好势，有的人真用心参与，这是值得肯定的事。所以咱伫聚会也是侍奉的中间，这嘛是守主的命令，比到三听伫主的听内面。第二，甲大家参加分享就是讲，咱对三听的中间来得到救恩的喜乐。这个礼拜三就是。过年新春新春咱拢会来教会称谢感恩。但是犹太人的新年伫对，圣经是记载因伫搬过节开始。搬过节甲啥物有关系？甲救恩、甲得救有关系。因为这是犹太人离开埃及，值得因纪念的日，因家传承落来，互因的后代。到即仔，因犹原也会当守即个搬过节守即个搬过节。当然，搬过节毋是即个时阵，总是伫搬过节的意义，伫犹太人因的新春，甲咱的新春有非常类似的所在。伫出埃及记12章有讲到搬过节。搬过节安怎？上主伫埃及地对摩西甲阿伦讲。要用即个月做恁的正月，做逐年的头一个月。所以因咧过搬过节，就是咧过新年，甲咱咧过旧历年是同款的意思。其实西方人西洋欧美的国家，因拢过元旦啦，是毋是？因较少咧过即个农历年，农历年的主要东方的国家所以咱看到。出来记伫讲啥？伫即个时阵即个时阵，因着爱准备啥？准备羊仔。逐人照伊的家庭来准备羊仔，上好是一家拢一只。若是无法度的时阵安怎？若是无法度，你的厝的人较少，像阮兜三个，阮一只羊仔食袂了，阮着爱去甲人公家，对吧？爱去甲人公家，所以爱甲厝边做伙准备，照人数，照逐人食的分量来准备，就是意思每一个人拢爱食着羊肉，袂当无人无食着。所以上好是一家一只。如果你的厝的人若较少，会当甲边仔的人做伙，绵羊、公羊拢会使，拢会当厝，爱厝完整的。差不多一岁，一岁左右的公羊羔来三角来享用。这若亲像咱古早时代传说年兽的传说，咱到即摆现代，咱过年过节拢爱准备啥年菜？你拢食啥物年菜？爱有丰盛甲丰富的年菜，搁爱有头个吉利，着爱食鸡。因为鸡跟鸡很像，对不对？起鸡意思，台语讲起鸡，所以咱的年菜一定拢有鸡，敢是？嘛是上顶家运兴旺，嘛希望每一个兄弟姊妹，你会记得鸡，就是基甸的勇士。你今年若食着鸡，你就想着讲，我今年要成做基甸的勇士，诚做基督的勇士，你无法度
啊，你无法度去征战，但是你通成做祈祷的基甸勇士。咱食菜头粿、萝卜糕，糕跟高有很大的关联吼。歌啦吼，歌甲迄个歌吼共音，就是年年歌声的意思。愿主帮助咱，互咱的教会啊得到上帝的肯定吼，互咱被上帝高举，互咱每一兄弟姊妹定军地都向教会。咱爱食法粿吼，即个粿法甲即个法有真大的意思吼。但是上帝圣经讲，圣经讲上帝安那会发怒，上帝嘛会大发，哦，上帝嘛会发作，所以毋但讲即个法是上帝安那，毋是发圣帝，上帝是欢喜，所以咱今年爱讨上帝的欢喜。所以雅各书5章16节甲咱讲，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互恁得到医治，因为义人的祈祷的功效是大有亏力。所以咱鼓励兄姊妹参加祈祷会，诚做祈祷的勇士。我一直呼吁，咱的中职一定爱带头来参与祈祷会，吼，互咱的教会诚做祈祷的教会。啊，食圆仔团圆，犹太人伊嘛团圆。逐个人拢秘伫厝，对毋对？全家团圆，一个人拢袂当落狗去，因为因全体要离开迄个埃及。伫门口抹有羊的血，是要表明敬畏上帝，因为迄个羊血是一个拯救得救的记号。咱食当年菜，咱食挂菜，咱会记得圣经甲咱讲啥？信心亲像啥物货？食挂菜子吼。所以咱食挂菜是因为要得到长血寿啊。即搬过节共款，犹太人会食米，咱有咱会食米。犹太人了搁食苦菜，纪念因伫犹太辛苦爱食苦菜。顶食的咱食鱼，吼，上顶年年有余，上好是食迄葱啊，白葱啊，所以白葱足贵的，吼，白葱有够个，即摆去掠无，吼，够贵，是安那表示爱葱啊，吼。啊，所以咱若爱为着福音嘛爱冲吼，特别爱勉励，才会在这少年人，不要头低低的啦，我都看到，你头低低的，吼，很清楚哦，吼，所以你那少年人、年轻的人，你爱记得牧师讲的话，以后是恁爱做先锋的，吼，啊，这些人爱做，我们做后勤，吼，补给，你们要做先锋。为什么以色列人因会当离开埃及做奴隶的地？因为上帝重刑罚埃及的地，甲法老王警告伊，特别是第10个灾难，成就了第1个搬过节，吼，成就了第1个逾越节。所以因全会众拢甲羊杀了，抹厝遮的血抹伫门框顶面、门楣顶面。你会记得你？即几工你摒扫了，你会搭啥？搭门帘、搭春联。门帘甲红帘啥物色的？红色的。犹太人咧过即搬过节，过因的新年，甲咱咧过新春，共款。吼，年兽嘛是一个拯救，吼，得救了，大家讲啊，你还佫伫个，吼，大家欢喜放炮啊，吼，也是用炮啊要行迄个年兽，吼，这有无共款的解说甲讲法，总是安那。就是拯救的记号，所以咱欢喜过新年的中间，咱爱知影讲，咱是一个拯救的百姓，咱嘛是互主竞选的百姓。所以提醒大家，咱伫新年的新春，搭这红色啊，拉着咱教会倒向教会啊发的这门帘，你想看觅啊，上帝拯救，甲上帝对咱的恩典甲疼痛。出埃及记12章14节有甲遮犹太人讲，恁来纪念遮个日，守耶和华的节，做恁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上帝拯救百姓，但是遮犹太人最后呢，是因离开上帝，背记哩上帝拯救。提醒大家，咱做基督徒，咱来聚会。咱来祈祷，咱读圣经，
是爱有伫主的疼内面，伫咱的中间，互咱主的疼来发挥即个功效。所以咱毋是来遮坐咧礼拜，然后就离开，也是你是陪恁兜的士大人来做礼拜，然后就离开了。其实所有听行动拢是礼拜了后才开始。约翰福音15章11节讲，讲我甲恁讲，遮个代志是要互我的欢喜，安那伫恁的内面，伫恁的内面，了后搁互恁的欢喜满满。所以主已经甲咱讲，遮个代志是要互伊的欢喜伫咱的内面，互咱有满欢喜，即个满满。我知影大人要开始过新年，一定用欢喜的心，特别是囡仔爱领红包。做囡仔时上界期待就是过年，团年饭食了，就是等爸爸妈妈发红包。我看我今年的表现偌好，这有当时啊要有加码，若今年表现较好，就甲伊加菜加码，所以对囡仔来讲，这是一个欢喜的日子；对咱做基督徒的咱来看，嘛是一个好的日子。所以耶稣对学生讲，伊的喜乐会常常伫咱的内面，就是咱那个常常甲主结连。主耶稣面连咱，嘛提醒咱，常常伫伊生命的葡萄树，才有满满的欢喜。所以咱欢喜来教会。咱嘛欢喜转去教厝，所以听毋是一直想要得到，才叫做听。听嘛是一种付出，听嘛是一种行动，听绝对毋是一个口号。所以犹太人过半过节要得到这救恩的记号，所以互因看到犹太人安怎，因是团体行动，家户安那连结做伙。如果你若袂记得抹迄个羊血，有可能天使毋捌你是犹太人，也是埃及人。只有这羊血，才人知影讲你是犹太的家庭。所以因整个的民族互相合作，彼此互相鼓励。所以期待咱兄弟姊妹，咱去想一件代志，咱敢有参与伫教会团体的内面。也是咱敢若来遮做礼拜，离开了后，教会就1到6，礼拜1到礼拜6，无啥物的关联。其实教会是一个团体生活的所在，教会是礼拜结束了后，团体行动，人甲人的互动。所以透过安尼，咱伫互相彼此关心、相听内面，来互主的欢喜常常踮伫咱内面。第三，咱相听，互上帝名做圣相爱让上帝的名为圣。咱每一日有读主的祈祷文无？主的祈祷文讲伫第年，亲像伫倒天年，所以你甲天年是甲地是爱共款的。你伫第年过的生活去到天年，嘛是安尼生活才对啊。所以这基督徒咱拢会晓读祈祷文，读主的祈祷文。甚至拢会晓背，所以希望咱的家庭、甲囡仔自细汉就来背主的祈祷文，毋但爱背，阁爱记得内面的意义。所以咱领受伫地上的欢喜，所以愿天的父，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亲像伫天呢。毋是咱要离开世间拜拜，我要去天国享受永远活。天甲地，其实就是安那，愿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就亲像耶稣所甲咱交托的，彼此着相听常常才有得伊的喜乐。所以上帝的心意其实是要互世间人伫地面上有喜乐、有平安，照上帝的旨意来行。所以愿你的国降临，是互上帝国降临伫地面上，毋是咱的灵魂离开肉体了后，等于甲伫天国来享受伫天国的永活、甲永生、甲得救，毋是，是伫世间咱着爱做，这
上重要就是爱尊上帝的名做神，这嘛是上帝约定，敢毋是？所以祈祷文是爱领受第章的喜乐，尊上帝的名做神。所以15章第20讲讲，亲像我有听恁，恁着三听，这是我的命令。耶稣佮讲，这是我的命令。我有听恁，恁着三听。其实最听的最大的源头是来自上帝，来自天父，因为天父听世间人将耶稣基督来赏赐互咱，成做咱的救赎。所以现在耶稣嘛讲，现在我要去你遐，我搁伫世间讲这话，就是要互恁的心内充满着我的喜乐。愿上帝主的喜乐来充满咱，透过伊的话，嘛互咱的心有上主有圣神，有耶稣住伫咱的心内。咱看到犹太人因用歌过节做一个传承，做一伫因信仰的内面做一个传承。咱新春嘛是当用咱的信仰用甲咱信仰结合来做传承。所以咱来食年菜的时阵，你会记食着鸡你会记得我要成为基甸勇士。我食着鱼鲳鱼，我要为着福音来抢第一。这个会当互咱彼此三面的，食着挂菜，你爱想着迄个信心迄个信心。新的一年，愿上帝恩待咱独行教会，互讲道甲听道的人，咱拢得到福气，嘛爱将福音来传互咱四周围的朋友。所以上帝原本的旨意就是要互咱过感谢甲喜乐的生活。所以伫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18节讲，常常喜乐要继续祈祷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无论拄着啥物境遇，拢得感谢，因为这是上帝所喜爱。爱恁才会属基督耶稣的人，安尼做。华语圣经甲咱讲，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这拢是主所命令甲咱讲。所以愿上帝想帮助咱，信耶稣要得救，要得到永生，是人伫地上生活，那亲像进入天国。过天国的生活，所以天国的生活嘛是充满感谢甲乐的所在，敢毋是？无天国，敢有啥物种的消费？天国敢若有天国券，还是天国币？没有，对不对？伫天国就是享受永远活，互咱过着得救的生活。所以咱伫地上就爱得着，愿主帮助咱，无论咱拄着啥物境遇，生活过得如何。每时每刻咱都欢喜感谢，咱同心来祈祷。听堂的主，阮感谢你，你拯救阮，用耶稣基督伊的活命来换阮的罪。阮伫旧年尾的时，阮嘛反省阮家己，阮过去做了有够业，阮常常用听来代替讲，用主你的话甲阮讲，听着紧，讲着慢。嘛，阮所讲的话是娱乐，也是肯定，是正向的话，来帮助兄弟姊妹。伫聚会、伫祈祷、读圣经的内面，阮不是会当得到主你互阮的亮光。愿耶稣成做阮的大牧者。愿耶稣基督的听，嘛常常伫我的内，阮每一个人的内面，嘛互阮诚做彼此相听的肢体，伫相听的内面来得到欢喜，来得到喜乐。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三甲来吟圣诗439首。日月有梭拿水底流，来吟全首，请起立。夜光如梭拿水底流，滴滴滴滴落天后，回首今日所最大。
请一奉献为诸位执事、林平执事书献。请坐。我来报告。第三面，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咱兄弟读一遍。亲像我有听恁着相听，这是我的命令。约翰福音15章12节，来，亲像我有听恁着相听，这是我的命令。约翰福音15章12节。共即边遮的本周聚会到后礼拜事奉表，请咱家己看。咱看第4面。小的广告，感谢赵主会老师担任圣乐队指挥，到即个月底1月底完成事奉。咱这位老师为2023年3月7日到即个月底，总共有1年10个月参与咱圣乐队指挥的时间，感谢赵老师台北、台中、南北咧奔波咧调活，实在是无简单，安尼维持逐礼拜拢安尼来回。为2月份开始，由林玉珍林牧师来指挥圣乐队，
本回消息，第一项，则有关新春的青社礼拜呢，咱等一下，要请丁和长老补充报告。看第二点，伫1月29即个祈祷会暂停一遍，因为伫新春的期间啦。第三，咱教会定伫2月23召开好会员好会，请各单位各部组甲伫今仔日进前交2024年的事工报告甲今年的事工计划。第四点，113年度第一学期的奖学金的申请，到2月23日截止。要申请，请监视课表、申请表。伫外地的学生爱附即个自费证明。第五点，3月30日要举行顶半年的洗礼。圣礼典有3遍的基要真理的课程，甲问道理。有要参加的，请等牧师来报名。第6点，4年的读经计划，即马读伫利未记甲民数记，留交作业的兄弟去到办公室摕即个试卷。关怀协会消息，伫迄个健康促进甲乐龄教室拢休息3礼拜。团契消息看第5面，圣歌队等一下伫礼拜三呢举办。指挥赵主会老师的即个欢送会，请到咱的即个圣乐队员伫1楼到1楼来举行参加。第2点，青少年团体伫等一下1点20有聚会。第3点，兄弟团体拜六的即个读经，搁再要招募。今年2025年的新的会员有兴趣的，请有意向的请由志荣会长来报名。第4、第5，社青团体甲妇女团体伫春节的时阵聚会暂停。第6，少年团体2月12有一个迎新会。11点半2月12、11点半伫坐地小吃馆伫遐主餐，搁再迎新。要报名的请郭芳玉执事报名，报名费100。遮新春礼拜的部分，要请黄丁科长老来补充报告。这平安。照往例咱逐往年的青社礼拜，教会拢准备一个红包今年的红包的 slogan 是啥物拢学乐啥物拢学乐这毋是我抄的，我想到的也有迄拢抄我的。咱顶年是啥呾？拢来礼拜，拢来感恩一量嘛有人咧收集无？教会为叨一年开始的？第1年。猪年，所以讲咱甲过来迄个就会用随就12生肖过来有准备摸彩券后尾咱大家写名来录落较重要内底有一个祝福的金句卡甲我较早较肤浅我拢看即个啦。我今年我有特别摕起来看今年我拄好换新工作伊遮写讲我要引带你生命的道路。毋是世间的道路，所以讲我即摆还搁咧找，还搁咧七月路咧找，
真丰盛的一个祝福卡吼，欢迎大家清正礼拜一定要来。过来主日学即届吼配合咱新村游弄4个关卡，互咱大家来耍。伫清正礼拜了，咱会分即个红包，搁楼骹的一个明信片，即注意咯，校长真用心去准备吼。明信片台湾图，譬如讲要互恁问讲，南市是伫倒位？南屿哪一线？台东嘿，足简单的吼，对无？阿里山有啥物货？火车对无？火车安尼简单的对无？来，咱来看关注吼，中个，咱这关注有缘投无？来，咱的兄弟爱鼓励，咱的囡仔顶年拢在学台湾话，因今年要用台湾的地理甲咱来交陪，伊会叫你讲我会晓讲，我会晓讲，恁拢用台湾的。咱遮兄弟甲因鼓励，有4个关卡，足简单的，关卡你去算，咱会抽，咱会摸彩，上好恁拢莫来，我有准备60个，所以讲若60个来，大家拢有奖。若120个来咧，2个1个；若180个咧，3个1个，恁足够的呢。等下看人要食嘛，欢迎咱拜3就是来第2关，这个啥物人？林天，领天，这个领你去天国，这领天，过来，搁一个，这个啥物人？民仪江峰兄的孙过来，这个台湾话足好讲的你的公司去过来，这个啥物人？幼林伊阿公阿妈嘛伫遐迄个顾单4个关卡，好无？咱兄弟来参加，鼓励上重要是鼓励咱的囡仔，你敢拢爱甲伊讲台湾话4个关卡4个关主，真简单。上重要是要鼓励咱的囡仔，嘛互咱大家伫遐联谊。当然咱嘛有准备地点我知影真冷，所以讲桂林即书会煮迄个头仔无师讲的，叫做红豆圆红豆圆烧红豆圆，互咱大家伫遐享用。过年来遮大家彼此恭喜新春多谢大家。咱拄仔看迄个周报第6面第6面，即个29暝除夕甲文礼拜定时表，即个这是真好的。每即个咱每一个拢有设计即个定时表咱家己伫厝的除了迄个除夕的围炉以外，上好有一个即个礼拜礼拜这会当互大家参考。第7件是顶礼拜收即个丰县的报告若是有错误的，请财务部长反映。咱下面的时间，带到请安礼交给牧师来主持。要来请上小伙要请上祝福了祝福的礼物要祝福咱的机会赵祖慧老师。咱有一个新的朋友先介绍咱新的朋友来，谢国月弟兄。在遮大汉好，欢迎你倒来过年。咱同心来为着咱的集体来，咱同心来祈祷。遐通祝愿伫你的面前，愿要过新春，心欢喜，快乐跳跳。
嘛，互阮有欢喜的灵来充满伫阮的心中。相信阮若为着侪需要祈祷的兄弟姊妹来替因来恳求主，特别阮为着即届大埔的地动部分的教会受着影响，伫南西、玉井这个靠山的教会，这个浅山的教会有受着淡薄的损害，甚至有的教会下礼拜堂暂时无法度聚会，主你听因，甲因三角同在。像是即几日还佫有余震，求上帝你听灾区遐个人因的心，互因心无惊吓，求主你受因带。嘛有这受灾的教会的信徒兄弟，因的厝去用搭红单，个淡薄的苹果，嘛有诶搭黄单，有诶甚至已经无法度带，上帝你帮助带领。阮的国家会当在政府会当伫即个受灾中间来帮助因及时的需要。愿主你听因，伫即要过年的时来拄着安尼事，检采有你的旨意，但是即个旨意嘛是伫阮日后来明白主你的带领。恳求上帝你受帮助，阮艰苦白听的兄弟，金明兄、陈金姐以及郭牧师，主你听因，嘛有侪主你所听惜的。遮个阮教会长辈，求主你受因带，无论因的身躯、身体如何，主你互因会当经验上帝你的快乐甲因带。愿上主帮助阮，陪伴阮的心来迎接新的一年。阮伫新的一年，你所查的表来跑走来迈进。嘛，阮伫旧的一年，阮做无到起来，嘛真做阮的帮助。真做我的提醒来受因带，嘛恳求上帝你受阮指挥教书的老师伊会是礼拜所要服侍教会，嘛透过伊的侍奉来祝福伊所要去的迄间教会，嘛真做间教会的帮助，嘛感谢赵老师这一年外来伫多元教会的付出。来帮助献歌队，帮助互阮献歌队拢得到侪侪帮助，嘛是阮伫林牧师继续要引带带领献歌队，嘛上帝你是阮帮助，嘛求上帝你保守阮教会出外的兄弟，无论是工作，无论是读册，主你拢是因带，嘛祝福已经转来到国内厝里的人。无论是对国外转来，还是对北部对外地已经转来到伫厝里要准备过年，遮个兄弟姊妹，祝你受阮伫新阮伫个除夕夜，拢会当大家每一个家庭团圆，互长辈来讲信仰造就的话，互信仰来继续传承阮的下一代。祝阮献上上满满的感谢。献上阮满满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时阵会行平安礼。
请坐。来，音律要变诗525首，咱为万民求主祝福。这首是顶礼拜圣歌队献的这首歌，所以咱会得唱是第1节、第5、第3节是搁第5节伫倒手边，第2节、第4节伫正手边，所以无共的这个音律。请圣歌队较熟，爱唱较大声，来做伙带大家来唱来。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整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衰。阿门。阿门。请坐。